想品牌出海，點樣先行少啲冤枉路，快人一步打入市場？恒生中小企同行致富，集結營商智慧，幫大家盤生意跑 up。佢係大榕樹下創辦人劉維華，佢引領主打鮮味嘅順德菜南下，經香港呢個美食地標走向世界。拓展要成功，既要保留品牌 DNA， 亦要融入在地餐飲文化，咁樣先煮得出既正宗又受本地人歡迎嘅順德菜。要全面認識香港呢個陌生市場，一定要揾一個本地通。恒生作為香港嘅本地通，熟悉各行各業，幫你深入了解本地營商環境，睇準行情，帶你融入本地飲食文化。我哋會幫你聯繫本地專業人物，等你可以專注業務發展，更為你掌握聯動香港、內地嘅經營脈搏。有恒生呢份跨地域嘅營商智慧做後盾，我哋南下就唔使行冤枉路，快人一步打入市場。第一步行得啱，香港就唔止係起點，仲係出海邁向世界嘅跳板。恒生憑藉90多年在地智慧，一直與大小企業同行，無論係營商定個人理財需要，全方位為你籌謀，成就你一步步走出更大格局。恒生中小企同行致富，與你同商同行，同行同生。立即開戶，跑下每個商機，榮譽見證恒生商業銀行榮獲彭博商業週刊3大獎項。